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阿媽咪。我最近咧都玩咗 FF14咧，都有已經1個星期噶啦。依家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目前嘅進度。我依家以一個人物咧，只係用咗4日嘅時間咧，就已經去到呢個嘅主線50呢噶啦。即係平均咧，我係每日用咗8個鐘時間咧去通劇情。4日咧就用咗差唔多係32小時咧，就做咗呢個2.0成個主線通關。當然啦，如果你係後生嗰啲，可能係捱夜1、2日就搞掂噶啦。而目前咧就因為朋友推薦啦奧丁 server 咧，所以我就入咗呢個 server 就玩啦。目前就玩到56咧嘅騎士，即係一個防禦嘅職業。我未來咧可能再會玩到個占星術。所以咧，我會將呢個任務咧再繼續做到去3.0嘅版本。有目前咧暫時就會喺呢個公會叫微笑棺木咧就待住先。有熟悉咧呢一個名嘅朋友咧，就應該知我點解要開呢一個女性人物咧去玩噶啦。公會咧暫時都算係人係幾多下，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都可以考慮下加入嘅。雖然話時話咧，呢個 FF14 咧其實已經係超過10年嘅遊戲嚟噶啦。對於我哋呢啲新手嚟講嘅話咧，個內容啊、故事咧都係幾新鮮，而且正值咧呢個2025年咧嘅 RAM 價咧升到不得了，所以好多人咧都對砌一部新電腦咧都會卻步噶啦。而呢個 FF14 咧，佢嘅電腦要求咧根本上就係呢個7年前嘅要求嚟嘅。咁所以對好多咧本身有舊電腦嘅玩家咧都可以玩得起呢隻 game 啊！有錄一段影片 FF14 咧俾大家知道咧，即係我呢個頻道咧係會有多一個題材去講噶啦。不過咧呢隻 game 咧都10年噶啦，咁個個都出咗好多攻略噶啦。咁所以咧我後來居上咧係要咧盡快 pick up 一啲嘅遊戲細節，我先至可以追到咧依家目前 YouTuber 講 FF14 嘅進度。我依家咧就只能夠咧一路繼續升呢，然後到咁上下，例如80、90呢啊之後，先至開始咧去加入一啲副本去打。要講一啲嘅心得咧，我諗咧要熟習咗幾個月之後咧，我先至去講到噶啦。所以咧，我目前咧仲算係新手努力嘅階段，咁就請各位多多指教啦。我依家咧就分享一下咧，目前去玩到呢個56 level 騎士咧當中咧遇到嘅心得。我唔理你咧係咪會睇劇情嘅人啦，但係頭一次咧我都係會睇一次劇情。不過呢隻 game 咧升呢嘅規律咧其實係好簡單，只要你一路瞄住左上角就係主線任務，一路做你就會好快升呢噶啦。你一開始咧做主線任務咧單人解決咧都係完全冇問題。去到主線任務20呢，你就開陸行鳥，咁就咧用嚟代步就會比較快。而當你嘅主線任務去到30呢嘅時候，即係嗰個叫做青葉的思考啊，再加上你嘅職業咧升到30呢嘅話咧，你就可以咧做呢個嘅轉職任務咧去轉職啦。之後咧你就繼續瞄住你嘅主線任務一路做到呢個50等級嘅主線任務。即係話咧，你通過埋嗰個究極兵器嗰個任務嘅話咧，你就已經係算係通過咗2.0嘅主線任務噶啦。你通過咗呢個2.0主線任務咧，仲有另一個好處嘅就係咧，你個陸行鳥咧係可以周圍飛噶啦，就為你咧節省咗咧唔少嘅時間。咁如果你係一個休閒玩家嘅話咧，或者只係平時咧想抽1、2個鐘玩嘅玩家咧，呢度就要啲時間啦。咁除咗呢個主線任務以及一啲特職嘅任務嘅話，咁其他嗰啲瑣碎嘅任務都可以擺埋一二面噶啦。至於咩新手戒指啊、新手意識啊嗰啲，即係咧戴咗之後咧，你打怪物咧會有多30% 嘅經驗值加成嗰啲嘢。呢一類嘢咧，其實對你第2職業咧反而係比較有用嘅，因為你第2嘅職業咧已經唔係從主線任務咧去吸收經驗噶啦。所以到嗰陣你要練第2職業嘅話咧，呢啲咩新手戒指或者意識反而咧就會比較有用。特別係嗰個意識咧係對80呢或以下嘅職業，就係咧每打一個怪物咧會多30% 嘅經驗值。咁呢個咧你只需要喺商城咧花少少嘅水晶咧買呢個新手禮包咧，咁就可以獲得噶啦。我個人強烈建議咧，你可以課金咧去買一買呢個禮包，都唔會好貴嘅啫。目前咧大概我嘅 update 咧個進度嘅就到呢一度噶啦。
如果未來呢再有 update 嘅話呢，我都會喺呢個頻道再繼續做一啲嘅影片俾大家。如果有啲觀眾呢跟開呢個頻道嘅話，你會發現啊，本身我係講緊另外一款遊戲《星穹鐵道》嘅。咁如果呢嗰度呢亦都有一啲嘅消息嘅話呢，我再會同大家呢去做一個影片做分享。我預計目前呢個頻道呢係做遊戲嘅話呢，就會喺呢兩個遊戲呢做穿插噶啦。咁影片呢就講到嚟呢度啦。咁中意條片朋友就咁 like、留言、訂閱同埋打個鐘仔。我哋下次再見。